南投信义乡的望美村，过去是望乡甲九美部落的合称，不过望乡部落已经分村分出去，所以九美部落发起着改名，投票表决的结果正式改做九美村。 南投信义乡的望美村要改名号做九美村，最后的投票结果是同意票218票，无同意4票，佮无效票1票，正式改名叫做九美村。族人是欢喜甲拢放炮啊庆祝。我们公所也有编预算，到时候可以到户政事务所更正大家的一些户籍资料和身份证。那今年度我们应该都可以完成。周族这边这个叫做妈妈哈巴那，也就是美的意思，所以合称在日据时代我们就叫做九美了。九美过去是甲望乡部落合称做望美村，伫咧111年分开了后，望乡改做卡里保安村。九美嘛希望会当开放名称来表现族群多元的村名。今天的选票开得非常的漂亮，因为有大家村民的团结，才有今天的成绩，非常的好。希望未来改名的后续定数会当顺利，部落嘛会当更加团结，各族群拢会当共荣，就参照九美这个名同款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